不解寒鸦声，一片冰心在有湖。4年前往昌陵死居，维新快病，子午龙弱，少官吉祥，妙水天真。妙啊！好，下官愿才8银3两买下私礼。大官人，这妈妈谢谢你了啊！慢，且待家人身外见你，此次妙别，一个字也才3两银子啊！哎呀，须问您42两买下此礼。是。陈妈妈，富春园出了个陈3两，你可要发大财喽！陈3两啊，叫陈3两，好啊！山阴才女一诉情，百年不兴落风尘。为心因翘首怀决意，才保全清白身。双关奇书写情文，只能值3两银，3两银。春。
姐姐，你讲我的事我都有为啦。好，好。再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读书？有不做，不成器，人不育，不自理呀。读了书才会懂道理。姐姐，我说的对吗？叶平啊，还连夜做文习字，姐再问你，什么叫富贵？不取于人为自富，不缺于人为自贵，这是空洞之理说的。那穷则多算其身，怎样解释？这是说人穷也要穷得有骨气，哪怕再穷，也不能做坏事。姐姐，我说的对吗？那打着天传天下是什么意思？人要是发达了，做了官，就要为一方百姓办好事；做了大官，就要为天下百姓办好事。弟弟，压抑自用，压力我要做到。弟弟，爹是个穷教书先生，娘与死得早，你一定要珍惜呀。姐姐，是你遇着爹，遇到娘，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教我读书习字，你的恩情永记不忘。姐，将来我怎样报答你才好呢？你不是杀过了吗？将来做了官，为百姓办好事，一件坏事也不做，这就是对你最好的报答。你是我的好先生，好姐姐，姐姐，好弟弟。姐姐，喝参汤吧。我好不想。姑娘，这些天你连日接待贵客，饮食鲜食，也给你累的了，哈？哈啊！我好不想。妈妈。姑娘，自从你进了富春院，这3年来，我这妈妈对你可是格外开恩啊！一不打，二不骂，三不强迫你收拢节课，有着你呀，在书房里读书写字，这3年供了你多少衣衫饭食，花了我多少笔墨纸张，如今你一举成名，身价8倍，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呀？我所分离，郁郁伤在，思念之心
那个亲弟弟呀。好吧，至于南边来的客人啊，我托他们替你寻访寻访啊。多谢妈妈，女儿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你快说。今日十逢初一，女儿有往虎区寺烧香拜望，一来保佑弟弟平安，二嘛上路想去看看老夫当年教授的牙关，表表女儿对先父的悼念之情。好，好，出门拜拜菩萨，也可散散罪心。小香，哎，吩咐下去，姑娘陪瞧。是。多谢妈妈。姑娘，生是不能不生，可以无用，银子已经付清，你呀，跟我走吧，啊！不买鸡鸡，不买鸡鸡，要买去买我这好不了买生银子，你拿好一把了，作为弟弟上账之用，还有一把了两金银，回到家乡省吃俭用，好好读书。弟弟，爷我到哪里去找你呢？不知道，只要弟弟有插灯之身，我已经放心了。弟弟，这三军这一古今，立志之本，乃是传家之宝，你要好好保证。姐姐，我会保证好的。金市场，我与姐姐用梅花酸体写的无情意语，你年纪轻轻甜甜。
就是亲生孙，家父做后代，一夜做儿女，今生永世爱。弟弟，父亲的遗训，你一定要铭记在心。哎呀，时候不早了，快走吧，走。弟弟，弟弟走了。这位大哥，我弟弟拜托你们。是，好了好了，快走吧，快走！哎呀，快走呀！走，走，快走！快走！你一定要有空走，快走！委屈吧，委屈吧。小姐，你去看看里面谁在读书。姐姐，快来！姐姐，原来是个小偷吧？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读书。你读什么书？我读的是《论语》，这里原来是个月光，听说还有一个很好的教书先生呢。你见过那教书先生吗？可惜那先生死了，月光也荒芜了，我想读书也没人教了。看你饭都没得吃，还读什么书？读书比吃饭更要紧。小偷吧，还想穷出头。古人说：“朝为田随郎，暮登天之堂。将相本无中，暖儿当自强。”你知道吗？人穷也要穷得有志向嘛。我领
我叫郑奎，你的爹娘呢？都死了。那，你还想多事吗？让你安心多事，好吗？你是谁？我就是你杀过的那个教授先生的女儿。啊，真的吗？跟我走吧，跟我来。哦，走。小弟弟，小弟弟，你怎么了？看来是我昏了。快扶他上桥，上他手脚。哎呀，快！好，快走。要见是陈三娘，一早出门去烧香，不见身为尊，等得老娘心发慌。匆匆追出门前人家不从为哪吒？怎么了啊？你为啥不坐轿子啊？小香，快扶他下桥。是。小心，来。啊！一个小偷呗！快，当心点。啊，知道了。哎呀，不许小偷们进去啊！不许小偷们进去！姑娘，你这是出门烧香拜佛，怎么把一个小偷们弄到富春院里来了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妈妈，我已经同你说过了。说了也不行，叫小偷们立刻从富春院滚出去！姑娘走是在荒唐，阴山水里小花郎，富春园不是孤儿院，赏花来不是纪念酸汤，老娘掌管富春园，岂用姑娘是智障？你说算是做智障，同病相怜生智障。可怜他父母双亡身一高，年轻气盛苦泪郎，小镇归身穷志不穷，妻儿多是一心肠，我与心儿在身边亲较量，指望他遇着一生真风亮，我一生他为你的忠心人，弟弟相关不是光。不是，老娘花钱买了你就是我笼中的鸡，哪里的呀？什么你的不你的，快快关成小花郎。妈，你何必谈大叫逞凶狂？女儿家身在手上心也刚，妈妈的厉害我早领教，何必是强逼女儿再原谅？到底去不去看啊？我花2
8两银子买你进园，你管不去接客？你到底去不去啊？好事，姑娘，你这一死，我200两银子不是泡汤了吗？啊！哼，妈妈，10几位客官来向3两姑娘就是现实了。哦。姑娘，小套饭的事就由着你了啊！一天一天，一天，一年，一年，因为心。计较的春花秋月比等年，比等年，年子教会我自觉，日子苦到年莫穿，千年到破。姐姐，请坐。你在想什么？先别说，让姐姐猜一猜好吗？恩姐，请讲。巧妇宽茶为门生，伢子托事为功名。眼比你好呀，心从容，且在欢事呀与。云彩
此事是人言，且在相依梦骄阳，根基根的情激情，更何况根基情来生活生。小弟我理当是风尘儿算小样不要紧，为的我身边是与神造营，无以为应当真，良心与己一片心。提问一山最才见，苦与偿还乱一生。200两分银，了做困传承。当年的温馨故事早登城。姐姐，小李今生是害，逆中自杀。我今生今世是我报答你的。死得于人，岂为图报？眼地上与插头自杀，只要不为富贵所缚，为官清正，不负理命，为今也是心满意足了。姐姐，弟弟，快起来！姐姐，弟弟，为今也有一事求你。姐姐请讲。3年来，姐姐早些4年在宝地李凤鸣，你此番进京观考，全国举子聚集竞争，望眼的心放一下。李凤鸣，姐姐放心，小弟一定仔细寻访李凤鸣。三青青，水青青，杨柳依丛深深，我是旁人，情意为几10年。启禀长官，小弟当天到李凤鸣下落了，身在哪里？他也报上于民，现已官放外地了。好。啊，我这里有书信一封，速派查阅送往苏州，不得有误。是。糟了！一封信
棍棒，得下水是先下水，面锣鼓，身在两头是高粱。对，马车不娘关辕门，老娘我远追高飞奔他乡。妈妈，我在府上张大官人到。让我看，他在做什么？张大官人，请。哎呦，张大官人啊！张居不来了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快请，快请，快请啊！张大官人，请说。大官人，长久不来富春园，到哪里发展去了？还不是最暖长包做私人生意呀。哎呦，孙子哥真杰。老了，老了。老虽老，像今朝，外面走啊，里面好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今日是有这份心思，特地上门求妈妈来了。哦，大官人有心事啊，你尽管说啊。老婚前老人讲，生意兴旺家财有，好来也该心幸福，免得我年华成里再奔走。我心想娶个姑娘做三房，特地上门帮妈妈求。哦，不知大官人看中哪一位姑娘啊？这个嘛，是不是米县官的白内丹？那一定是小文我的岳无用。哎呀，我说老客，富春园里18位姑娘，你到底看中哪一位呀？妈妈，我要的就是他。啊，你看中真善良。哎呀，怎么傻不得？我可是肯出大价钱啊！出多少啊做实文你1000两。？1000两。1000两，就像我在我的要件时，哼！再加200两，怎么样？2000两。1500，再多我也不要。好吧，看在老客本上，我神通感恩了。多谢妈妈。后市场多几人？银子拿来。来人，拿银子。是。请妈妈收下。大官人，你要照我的意思来对人。什么意思？来。好。姑娘，细心！哎呀，细心，姑娘细心。妈妈，什么细心？哎呀呀，真亏呀，高中状元啦！你说什么？你看，这是今日的私信啊！你看，看吧。是你的书信，是你的书
娘应该高兴嘛，张员公啊，一派人来接你啦，轿子我还停在门口了呢。姑娘，你真是好福气哟！姑娘，到了今日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张员公面前啊，你要替妈妈多多美言几句啊！好了好了，姑娘不要哭了，妈帮你睡着睡着啊！姑娘，你又要上来啊！姑娘，妈妈真舍不得你走呢。姑娘，上脚吧。来，姑娘，以后可不要忘记妈妈啊！妈妈，你也要多多保重。哎，你也要保重啊！快点，快点！一路顺风，快快！哎，生来了，生来了！哎呀，老爷，生来了！啊，停脚停脚！姑娘，下脚吧。最好。姑娘，去开场所啊！你是谁？他就是吴贼府上张大官人啊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姑娘，你已经迈进了做第三王小妾了啊！你一派胡言！山阴才女李素琴，当年不幸落风尘，问心悄守怀绝意，才保全清白身，双关奇书写情文，你只能知三两银，三两银。
两银票。读书人烟花女，人是善良，卖鱼那丈夫官为妻银，恰为夫妻呀上离开婚姻，一里间花花呀难做生命。银票分明是卖不过银，200两几股深水深情。想不到一朝为官心上人，他花花的名字不讲是啊怪不得功名利禄风靡了世上多少，读书人风靡了世上多少读书人。想当初父子父亲埋怪梦，亲戚戚寒悲神痛去美生，埋的名字200两，火若分离到至今，想到此心萌心，我岂能随谁回落无情灵？哎，我别想得那么多呢。父亲回来得功名，与后父年年不忘一情病。祖国何必太拘谨，区区不顾200年，长期从良是好事，烟花女哪顾不想虎坑，屈子遇到不为团，不上天理积公正，跟我皇冠上银人开销大，两姐姊妹无愧于心。来人，来，送往南门码头，转乘3两。是。传承3两上岛，传承3两上岛。
小女子陈善良，叩见大老爷。陈善良，是谁将你卖与长老来的？傅成元当家保姆。既是如此，理当跟那府上前去。小女子不愿。出水从良，又不好，真是不愿。小女子心怀怨苦，与下心禀告。用你将来。大老爷。善良，像那老客虽已年近70，可他乃是湖州府上家人万贯。你到他家，穿不光的绫罗绸缎，吃不完的山珍海味，受享清福，如何不好呢？小女子宁受清贫，不言所负。我个人为傅成元宁死卖死，也不愿在那老客却是为妻。不是，你个人6岁为妻，岂不有为你父母养育之恩吗？小女子赛落风尘，恰为丧失廉耻。想那老客一场才是将我骗卖到此，为啥却忠于他？那这正是与为父母养育之恩呢？主罪！那老客好意说你为良，真是骗卖。岂非骗卖，为我罪我上堂。大汉，在本府堂前，你若追官抢税，得用大刑xử你。大老爷，你不分是非曲折，几次三番，苦苦逼我在那府上前去，莫非你得了他的好处不成？这一句话错进我心边，倒叫我红面情急，大胆上路关定罪，不是皇法，你不是心。来啊！将这女子杖罪。
且慢，府上送我银票，无非是要本府将这女子端与他为妾，我是当这个好歹。陈三两，你去是不去？大老爷，为官者应当支持公堂，岂不可不势力枉法殉情？他堂上高挂着清廉公正，恰为我堂官为妻儿立命。你不分扫把天主子，别看我跟在老毛做亲，老爷娘你受我心口想一想，世上财富我从听。三年我上是你亲姐姐，难道你也会卖鸡为妻，不顾官所哼！大胆泼妇，报效公堂，什么本官，此晚了得！来呀，是，与我站了起来！是。哎，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点！哎呀！禀大老爷，小女子昏死过去了。宋爷，是，宋爷。宦官夫陈三两，你去是不去？谁说大老爷却赞小女子？谁是刚到家境，我也绝不跟他先去。好一场理罪！堂上言语文切，写得明明白白，本官岂为却断了你？请问在文契上面可与我亲的话呀？不有。可与公平官印？这待本官改上官印。慢，这文契是苏州所写，要改也只能改苏州官印。你是浙江湖州，只怕你改不得官印。这个陈三两，你再三不肯离开苏州，
莫非在那里还有什么瓜葛不成？别无瓜葛，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明白了。待本官去把你的兄弟抓来，与那府上一同前去，姐弟也可朝夕相见，你看是何？小女子的兄弟，谁怕你传他不同？胡说！堂堂湖州知府衙门，难道传不动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那兄弟也是与功名的你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有什么功名？大不了自个落地秀才吧。区区秀才，何足挂齿？我那兄弟的功名大得很哩。总不见得像我一样，自古二级进士，五品知府吧？我兄弟做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高。难道是金殿定价，长远切地不成？真是辛苦长远啊！陈三良，你那兄弟哪年中举，哪年为师，姓甚名谁？快讲来！只有一言差错，难免深受大刑。大老爷，我兄弟家子年间总苦去，一曾年间大头名，连中3元的回首平庸百花眼穷里，试问他是哪一个真亏受是我兄弟命？错怪他烟花养你下贱女，那是他是长远之计，归切记。我知道凭空得来宁儿把，恰不了宁飘今日杀我的根，我只得低声下气待小平，免得那破天大浪不应声。来人，来，快一贯顾看守。是。来，请起。不对呀，我想那郑状元定是苏州城中的名门望族，岂肯让他姐姐落水为草？看来是我将他当劫了，他故意拿状元来吓我的吧？郑三良，你那郑状元可是一母同胞？莫非是堂表姐的？也不是。撤手！大胆陈三良，你进库长院，一不是同胞手足，二不是说不及的，分明是信口无言，欺骗官府，这完了吧？我与下人比比。讲。怎亏他是雁门乞讨一孤儿，我也是
是父母伤亡落红尘，往年苦做苦更深，我与他同是天涯人，落尘。三娘我谁来孤儿进园门？烟花女亲自教导做先生，他是不分万事勤工作，长夜苦读到天明，不问我前教养必苦心，静静服侍总人民。听他少爷，他不但是长远的恩基，而且是长远的恩师。我想这个女子有些学问也是真的，可她也教不出长远来呀。此话未必可信。陈三娘，你自称是陈长远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究竟是字字八家，教书法，梅花篆体。梅花篆体不错。这梅花篆体我姐姐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？像我姐姐能双关奇术，不止他。陈三娘，本府要看你字写的时候，可会当当写来？请老爷私下必言。来，去本王私报于他。是。请老爷再是一只羊羔。再有一只，哦哟，小女子是有练习梅花篆体，是能伤手提笔，伤官奇术。你能上手写字吗？再去他一只。是。那。老好，若才张官生，谁是杀生道？大老爷，请过。啊！莫非你？想着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我姐姐上手能写，人家也能写的。是把野花女子凑人为姐姐，岂不落个笑话？有了，像我家常有立志之本，周易古今，外人不知，不妨分他一份。来人，哎，去到书房将本府的周易古今取来。是。姐姐做了官，一定要为百姓做好事。弟弟，你一定要珍惜呀！老爷，书拿来了。陈三娘，本府文语周易古今，
你可通晓吗？这一股劲，刚才要我写梅花传题，事情欲往这一股劲，莫非你？你怎么不回答？老爷，这滚本来。已经64卦，第28卦后面怎样讲的？第28卦名为大鼓，利于渔网。是啊，苦养生子，老夫的少气没有什么不利。老爷妄读经书，竟是问断句不明。挂名大功，只是大大的过错。挂问老夫少妻，夫不离，夫是实不应于这样的事，不离只是啥有此事，乃是大大的不吉利。自私之见从何而来？小女子这种之见，与众不同，只此一家。你说的是哪一家的已经之本？祖传之本，历史遗迹。共有几卷？共有3卷。现在何处？交于秦地。以何标记？上于算吧。何人所写？历史书籍。写的什么？先父遗训。啊！退党。就是亲自说，家父做儿女，一夜做儿女，今生永自爱，姐姐。姐姐，团长都上，是团长都上。儿不了，儿不了。不晓得请得我府内去雪长城断有空无声，想不到
知府大人，下官人，这是我家老爷的名帖。巡安大人家里无罪，糟了，糟了！这正好。这是你到哪里去？我要告长去。这是芝芝。来马告状，你是何人？民女陈三娘。陈三娘，你叫什么？民女陈三娘。恩姬，请起，快请起啊！你奉了金王，做了大官了。恩姬在上，请对小弟一拜。弟弟，快起来！恩姬，我已派人去苏州接你，怎么到武州来了？在这里当官司。武州知府参见巡安大人。燕帝可与宁子借我几封。姐姐要您何用？可恨保我将我卖与长老来，我不愿前去。谁知武州知府团长受贿，用银枪逼我出身为妻。兄弟杀与儿子，送一些与这位老爷，免得姐姐再受苦役。武州知府可有此事？
当到武州府。可恼！为官昨日太欺人，官长王八滥用刑，我此三举笔不轻判。来呀！与我摘去他的乌纱，剥下他的官宝，与我拉下去当。姐姐，救我！姐姐，救我！退党！恩姐，他原来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李凤鸣吗？谁是同胞兄弟？听闻国法应开明。这吉他梦圆却生日可迎，我法官今日那亲临同名，他团入社会二大娘，管理店必当下着别为民，我从在公堂，我策立真诚心，人国法是神经，所谓重，所谓轻，做事有想意难平，不与成亏成姐姐，弟弟，奉命之事，你是何处置？李凤鸣团长社会，人国法理当协助为民。只是姐姐的恩情，小弟未曾报答，小弟对不起姐姐了。不，叶弟，你做得对，为解决你三桩大事。姐姐，请讲。这第一章，他初登仕途变团长，岂能闻君才官场？你这法是三是公堂，下臣为民理应当。那儿女为己太偏风尘，卖身为妻去关心，接你关公送身，那求你姐姐长护恳。小弟一定遵命。那三女为弟娶你第三章，三难忘7年相思情一场，此今燕地把高
家。